今天这个腓利门书是非常特别的，那它非常的短暂，它非常的短，经文很简短。那但是虽然简短的经文，但是在这里面有很深的内涵。在讲腓利门书之前呢，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上的小的一个习惯哈。有人用信用卡消费的吗？有。多吗？哎，这边学生可能还有信用卡。好，通常用信用卡消费都有一个方便了，就是不用带很多现金出门，然后或者是临时想买什么东西，现金不够的时候，信用卡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消费的方式，付款的方式。但是呢，用信用卡消费要不要付钱？要。哎，要不要付钱？哎，这边，哎，用信用卡消费要付钱吗？要。最后还是要付钱嘛，对不对？啊，之前我用信用卡消费的时候啊，那子爱还小，说妈妈你买东西什么都不用给钱，这么好，有时候还蛮难，对小孩还蛮难解释的这样子。那这个信用卡呢，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有节制。我不晓得你们会觉得哇，大人妈妈他们爸爸买东西都好好，信用卡一出去就哇什么都可以买，好像很羡慕。可是，一旦有卡的时候，像有些好野人哦，齁牙啦的小孩可能就有什么副卡的啊，然后他爸爸如果很有钱就让你随便让你刷啊，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你就去刷就对了。那在刷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没有节制，没有节制就会变成什么？入不敷出，然后呢会变成什么？卡奴，对不对？会变成卡奴啊，变成信用卡的奴隶。那这个一旦变成卡奴就很凄惨了，因为它的利息很高。那你每个月其实有的，而且就是学生，如果是学生的时候根本哪有什么收入啊，就是顶多就是一些零用钱，或是即便你是上班族，可能也因为负担这个利息，你可能每个月只能负担所谓的最低缴款金额。那个本金的部分可能也负担不了，然后每个月就这样一直滚，你就永远成为他的奴隶这样子。那福音书里面其实也有类似这种债务还不清的这种记载，在马太福音书里面呢，有一个记载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故事是一个君王跟他的一个奴隶，君王他有很多的臣仆嘛，有些仆人这样子。有一天好，年终大结账，这个君王呢就把他的这些仆人找来说，哎，这个子瑜，你今年欠我多少钱？欠我很多钱，已经累积很久了。好，你能不能还钱来？还得出来吗？还不出来。好，你还不出来啊，因为子瑜还没结婚，我找一个有结婚的。哎，好，那找个有结婚的啊，好，赵明好了，好，赵明，你欠我这么多钱。还不出来怎么办啊？你的老婆、你的小孩、你家里的一些家当，我通通要给你收刮过来抵债。他说：“没有，不行啊！我这样子，我的人生，我好不容易有成家立业，这样子，我把我的老婆、小孩都抓去，我又变得光棍一个嘛？不行，拜托啦，这个主人啊，你真是好心人呐！我千拜托万拜托。”然后这个君王就想说。看他可怜啊，好吧，戴个口罩，天气那么冷，这样，好了，那就算了，你的债就免了，就不要了，不要还了，好，就这样，感觉好像还不错，对不对？这个君王真好啊！这个赵明呢也觉得哇，今天真的是赚到了，太好了，真的是我累积多少年的债务，一笔就一笔勾销这样。啊，这个臣仆呢，他就很开心啊，就出去啦。出去没多久，他就碰到了另外一位欠他钱的人。好，他可能假设他可能碰到伯彦好了。好，赵明就跟伯彦讲说，这是举例哈。赵明就跟伯彦讲，哎，伯彦，你欠我钱哦，哎，你欠我那些钱，算，赶快还。那伯彦说，不好意思，年终这个手头很紧啊，这个红包那么多，我光是付红包我都已经没有钱还你，拜托再宽限我几天。这个赵明就说，不行，你一定要还我钱。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还我钱对了。然后伯彦就想说，拜托啦，千万万不托，但是赵明还是不肯。好，结果呢，赵明就去告他，伯彦呢就抓去警察局，被拘留这样子。那后来事后这个君王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嘿，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上次赵明欠我这么多的钱，我都原谅他了，我都给他一笔勾销了。可是这个
君王就很生气，然后这个人真的是赵明对不起，举例而已然后呢就很生气，他就把赵明再抓回来，你这个恶仆，你没有想我当初怎么对待你，我当初怎么对你怎么好，可是你却不会这样子对同样的同理心对待你的同伴，这样，然后就把赵明抓起来说，好，从现在开始，之前跟你讲的不算，你欠我的这么多的钱，你就要开始还了，还到你要一直还到结束，我才放你出去。好，这个故事呢就是这样子。那今天的这个经文啊，今天记载在腓利门书的这个经文，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有一个债务人，还有一个债权人。怎么说呢？我们经文不见了。好，没关系。那个经文里面呢，腓利门书很短，如果大家有跟着新有光普经进度，就会发现，在这个经文里面前后段的经文里面有三个关系人，一个是腓利门，一个是阿里西摩，一个是保罗。那这封信呢，就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信。那个逻辑要稍微有点逻辑，不然会乱哦。腓利门是阿尼西摩的主人，阿尼西摩不晓得为了什么逃离了腓利门的家里，这个奴隶逃走了。一个奴隶的逃走，对腓利门来讲，对这个主人来讲，马上就遭受损失，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奴隶是主人花大钱把它买过来的。我今天花大钱把季红买下来，在我的家里帮我管理我的产业，然后呢，我交办的事情季红都要一样一样的去做。所以呢，这个当初在当时代的奴隶就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任意处分，就好像我们的财产我们可以任意处分嘛。那所以当时候的奴隶呢，也是属于主人的一个财产，主人可以任意处分它。那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总之呢，这个奴隶跑走了，他逃走了，造成了这个腓利门呢的很大的一个损失。不只是这个奴隶逃走，他当初他花钱买这个奴隶的损失，还有呢，就是这个家主这个主人当初交办奴隶所做的那一些事情，哇，也都停摆了，没有人做啊，跑走啊，没有人负责了。好，可能在工程或各样进度上的损失，可能会让这个腓利门这个主人，导致他成为一个没有信用的人，因为没有按时把事情做完交差的时候。还有一个损失呢，就是有可能腓利门后来发现不行啊，没有人这个事情没有人做不行，他另外又花钱又买了另外一个奴隶来帮他完成他家里该做的一些事情。总而言之呢，这个阿尼西摩这个奴隶逃走，对腓利门这个主人来讲，就是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好，然后经文在腓利门再继续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书信里面，保罗跑出来了。保罗为什么会写这封信？保罗写这封信给腓利门，目的就是为了要替这个奴隶，为了替这个阿尼西摩来求情。他是来求情的，请求腓利门这个主人能够原谅这个奴隶对他造成的损失。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在教界，在那个时候，当时候的教界是第一把交椅，他是使徒他是第一把交椅，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初代教会的每一个众教会都很顺从他，都很愿意听他的教导，很听话。他说什么，他说了算，保罗说了算，所以他是非常他在教会界是非常有地位的一个人。可是今天保罗却没有拿他的地位来要求腓利门说：“腓利门，今天呢，你家里有一个人这样逃走，好，那你现在要按着基督的爱来爱他，你就原谅他吧。”保罗没有用这样子的高姿态来要求腓利门，保罗反而我们会看到这个短短的书信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他放下自己的身段，他用一个同得福音好处基督徒的一个身段，他甚至于说：“我现在是个带锁链的使徒。”因为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被罗马政府抓去关。所以其实在当时这个时候，保罗他是个阶下囚，他自己本身是个囚犯。
他就用这样子很低下的身份，他用这样子的身份去拜托、去请求腓利门能够原谅他这个奴隶所犯的错误，无非是希望说，这个腓利门的答应的回应不是出于勉强，要说好像保罗拿着高高在上的一个姿态要求你，然后好吧，不得已我下面好吧，不得已我就只好答应，不是的，保罗是放低他的姿态，甚至于感觉上比他还要低来请求他能够原谅他仆人对他的造成的损失。那我们会想说，那使徒保罗他其实也不是随便替人来背书的，为什么使徒保罗他愿意替这个奴隶阿尼西摩来求情？在第11节，我们知道阿尼西摩他跟过去已经不同了。保罗说，过去这个阿尼西摩对你对我都没有益处，可是今天这个阿尼西摩对你对我都有益处，因为阿尼西摩他已经是个新造的人，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他认识了这个福音，他的生命已经改旧换新。可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回去找他的主人，但是在保罗不断的劝勉教导之下，阿尼西摩他愿意带着保罗替他写的陈情书回去面对他的主人，诚心反悔自己的过失。他不只是在这张短短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阿尼西摩，他不仅仅是要求腓利门他的主人能够原谅他还请求他的主人能够免去他一切的债务，更甚至于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请求是，你不要再把他当成奴隶了。保罗说，腓利门啊，你不要再把他当成奴隶了，如果你可以把他当成弟兄，那就是更好。哇，本来是我的财产，本来是我可以任意处分的财产，本来是我的奴隶耶，我现在把他当成弟兄哦，感觉好像有一点很吃亏，对不对？好像觉得好像这个损失也实在是太大了吧。可是如今我们要想想看，今天上帝透过腓利门书要我们思考什么？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个，今天上帝如果拿着以耶稣基督为名的陈情书来拜托我们，可以像腓利门一样放下我们处置财产的主权，放下我们在财务上的主权，我们是不是愿意？之前牧师有讲到有关于奉献的问题，像我们教会现在在做外墙防漏的工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了，就是因为旁边一直雨水一直打进来，然后就一直渗水，这渗水的情况之前都有讲过。或许就有人讲说，那我已经11奉献了，特别是对于已经有上班收入的人，我有11奉献啦。有的时候我也感恩奉献啊，那比如说学生啊，或者是还没有上班的，比如说可能零用钱啊或奖学金啊，也可以拿来感恩奉献。我也11奉献了，我也感恩奉献了。我上次我还感恩节的时候也节期奉献，那圣诞节各样的节期奉献，我都该奉献了。我现在我还有一个修缮奉献那是在搞什么？怎么奉献那么多？很伤重我本来要去吃大餐的，我本来看到一件衣服好喜欢，我本来看那个包包觉得还不错，我本来看到一个什么桌游，那个桌游不便宜，但是我好不容易存钱下来，我想要去买那个桌游来玩，等等等等的。本来是好像是我口袋里或者是我的储蓄存款里面一个可支配的所得，怎么现在又有一个修缮奉献？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修缮奉献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会觉得太多了。那我们要思考的是，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支配财产这个权利，或者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财物、我们所赚得的金钱，其实源头都是来自于上帝。我们是不是能够像约伯一样很潇洒的说，我的一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这修缮基金呢？你刚才在周报里面其实都有刊载。我们修缮基金就是这个工程外墙防漏的工程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月31号以前是工程预计的结束的日期，所以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大概只剩下1个多月。
如果再延下去，可能2个月的时间。好，我们算2个月的时间好了。在这2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我们还有45万还没有募集到，因为我们这次要募集100万，我们现在已经募集了54万多了，我们还有45万多还没有募集到。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2个月之内，除了我们平常的11奉献、约定奉献、感恩奉献等等，还有额外要募集的这个修缮基金的奉献。如果以我们教会一个平均100个人来算，一个人大概不到5000块，可能是少吃个大餐，或者是少买一件衣服、皮包、桌游，累积一下，或许就有了。但是即使像没有收入的学生也 OK， 因为你们少的奉献100、200都可以，就好像那寡妇的2个小钱，也一样会蒙主悦纳。好，那我们今天上帝拿着以耶稣为名的信函，陈情信函，邀请我们放下我们自己在财务上支配所得的权益。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来接下这封陈情书？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的放下原本属于自己在财务上的主权？在工程结束之前呢，其实我们都还有机会。以后或许我们可以一起笑着说：“哎，这个外墙工程，我们也有参与在里面。我们之所以能够跟上帝同工，有机会参与在他教会的建造，与他的国度有份，全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这是我们的恩典。”不要好像变成是我们给上帝的一个人情的这个样子，不要好像我们是变成好像我们是债权人，上帝变成债务人，好像是变成上帝欠我们的。我们要很清楚这个逻辑，就是我们能有的，我们能奉献出去的，其实源头也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千万不要想说，哎，我们奉献了，我们就是老大了。我们奉献了，我们就是了不起了。我们奉献了，我们就是这个钱，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然后我们奉献了，就是我讲话就可以大声一点。如果我们奉献的心态不对，那牧师提醒你，我宁可你不要奉献，免得你窃取了上帝的荣耀而被弃绝。保罗之所以请求腓利门原谅阿尼西摩，我们除了看财务上的主权，我们今天再来从这段经文来思考第2个要思考的一个面向，就是保罗他之所以请求腓利门原谅阿尼西摩，是因为他知道腓利门是一位有信心、有爱心的人。在第5节、第7节那边有讲到，他知道保罗非常清楚腓利门，因为当初他们在福音事工当中他们是同工，有同工过就会彼此了解彼此的个性、彼此的信仰状态。他很清楚腓利门，他很相信腓利门，他对腓利门的信仰有信心。所以保罗才特别写这封陈情信函给腓利门。他清楚知道，腓利门自己知道自己是被耶稣赦免、被拯救的，他也是欠福音的债人，他本身也欠了福音的债。就好像一开始讲马太福音那个例子，一个欠一个，一个欠一个，其实我们都追溯到源头，我们都欠福音的债。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上帝现在就发出另外一封陈情信，邀请我们为了耶稣的缘故，愿意放下自己原本属于自己的身份跟地位上的主权。怎么说呢？怎么说叫做放下自己在身份地位上的主权呢？我想现在最近圣诞节期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在施工上一忙起来，人在一忙一急起来，就会难免会有意见上不一致，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情况。那我常常会提醒同工，事情要怎么做都 OK， 事情要怎么进行呢？你要往 A、往 B、往 C， 用哪一种方法都 OK。但是最主要，我们不要失落了大家彼此相爱的心，不要失落了同心建造教会，来竭力追求圣灵所赐合一的心。我们一定要常常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常常回到信仰的核心来思考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其实都是为了整个信仰的群体。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来唱歌的，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来跳舞，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来敬拜，
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要展现自己的成就才来到教会。我们是为了基督，是为了彼此，为了彼此的合一，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像耶稣基督。我们是为了这个才来到教会。所以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要留心倾听圣灵在各方面的提醒。我想在教会长执会或者是各部你们在开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现象，其实不是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会被接纳，有些人的意见提出来，可能就会被忽略，或者是会被反对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有一些事情甚至于是在取得共识的时候，好，大家已经决定好要这样做了，一旦这样做的时候，就发现哇走不通，行不通，然后就只好怎么样，赶快做一些调整，或者是整个取消。就好像我们这一次23号就要即将来的这个礼拜六要去家乐福报佳音。其实本来我们没有去家乐福报佳音，本来最一开始长执会的决定是，我们去应该是说去看看星光三月南西店那边前面他们是不是愿意给我们一个空地，让我们可以去那边有一些报佳音的节目展现。我们本来是要跟星光三月去接洽。可是我们发出的邀请，他们没有回应。好，一段时间过去，我们想说好吧，那既然他们觉得不要，那我们就走之前的路线，就可能是去有绕街啊，走在路上啊，发单张啊，唱歌祷告啊，这样子，就是去路线都规划好了。结果就在前几天才不久的时候，我们就接到家乐福重庆店打电话来。他说某某教会，我们这边要提供一个场地，要给你们来使用，报佳音来使用。哇，我们一听，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转机，但是也可能是一个危机。怎么讲？如果我们要接受他们的邀约，那我们原先的规划是不是怎么样？就要取消啊！原先都规划好了，要走哪一条路，怎么走，怎么转弯，然后在哪里要怎样，那都要取消那对于一些规划的同工来讲，是不是很不公平？可是一个转机是什么？家乐福是一家大小会去买东西，而且是应该都是住这附近大同区，至少是这附近的居民，跟百货公司是不太一样。百货公司可能四面八方要从哪里来的，坐捷运很方便啊，就来百货公司。可是家乐福是在地的，它比较多可能是在地的，然后在一个很轻松悠闲的气氛当中，他们居然发出这样的邀请，所以我们到底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很多同工都很挣扎，因为要么就是一定要放弃原先的规划，以前过去的那些好不容易规划出来的东西，通通不算取消，然后要重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要弄这么多节目最近我们青少期的男团女团都在练舞啊，大家在那边拼啊，拼得很凶啊。就是大家后来我们就决定还是接受家乐福的邀请，我们就去把之前的决议给取消，替换成新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规划。那当然很多同工就会因此会非常的疲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感谢神，看到你们在这当中的成长。可能一开始会有点挣扎那不好吧，时间太短还是怎么样之类的我还没准备好，怎样，很丢脸那么多人在教会里面，大家看丢脸不会丢到外面去嘛，在自己里面跳的怎么样，就自己笑哈哈就好了。可是大庭广众这样子好像有点不太好，不太妙这样。但是我看见每一个同工愿意摆上同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愿意顺服圣灵在这里面的调整。大家都愿意为了彼此，为了福音的缘故，调整自己的心，让自己原本可能有的一个身份、一个地位、一个主权，因着这样子的改变，可能丧失了一些主权跟权利。那我很感谢神，就是大家都轻看这些，我们都相信我们所拥有的任何的权利跟地位，比如说在规划之前的一些报佳音路线的
那些同工可能会觉得啊，我的权利受损了，我好不容易规划了半天，结果用不到。那一部分的同工可能觉得说，哦，我还要更累，事情已经够多了，还要再来再加码，有没有搞错？可是也是愿意这样子摆上。感谢主，你们已经接受了上帝的第二封陈情书，就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你们乐意将我们服侍、我们恩赐的这样子的主权交给他。我想上帝邀请我们放下自己的主权，并不是无理的要求，他完全能体谅我们的感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他能将他的爱子，他已经将他的爱子的主权交出来了。他把耶稣基督，他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已经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交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这不仅仅是一份对我们的爱，神是爱，我们讲到神是爱，神是爱，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份爱而已，更是他为我们预先为我们预备的一份礼物。怎样的礼物呢？这份礼物可以补偿我们所失去的一切。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使徒保罗对腓利门说，他说：阿尼西摩若亏负你，或是欠了你什么，都算在我的头上，我必偿还。无论阿尼西摩亏负你什么，欠你什么，都算在我的头上，我必偿还。保罗有这么厉害吗？保罗能够偿还任何的债务吗？其实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丧失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权益，或者是我们遭受了任何怎样的损失，都可以算在上帝的头上，都好像算是上帝欠我们的债。重点是上帝他要，如果说上帝要补还些我们什么，这个补还这一份礼物，上帝已经预备好，他早就预备好了，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所得到的补还，上帝已经预备好了，就看我们是不是愿意，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的主权放下，把自己心里的那个王位交出来，交给耶稣基督，让他走进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掌权。代降节是我们预备迎接基督再临，欢庆纪念耶稣降生的时候。当我们欢庆自己的罪得以洗净，当我们欢庆自己所积欠的债务可以还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该接受上帝以耶稣基督为名，替某个人所写的陈情书？当基督再临，当我们以耶稣基督面对面的这个时候，在任何的时候，在我们的祷告中，当圣灵感动我们想到谁的时候，被问到说，你是不是愿意放下自己在财务上的主权？你是不是愿意放下自己在身份地位上的主权？我们要如何回应？我们都欠福音的债，福音就是好消息，对不信的人来说是好消息，对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同一个肢体里面的人更应该是好消息。这封短短的信，这么短的一封信被放在圣经里面，我们相信腓利门他已经将他的主权交给上帝，他已经把他财务上的主权交还给上帝，他也把他身份地位上的主权交给上帝。我们也相信他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补偿。腓利门跟阿尼西摩这两个主仆原来是主人跟奴隶的关系，他们变成了在主里是兄弟的关系，他们都得到了重生的喜乐与盼望。愿主的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得到这份来自于耶稣基督的美好的补偿。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赎。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交托着不卑的人，
祷告，阿门。